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龍爺爺，我皮膚成日痕，有冇簡單嘅中醫方法呀？當然有，中藥唔止可以內服，外用都可以治病養生噶。第一招就係中藥分洗，用荊芥、防風、薄荷煲水蒸氣分，再清洗患處。原來咁，呢個適合咩情況啊？皮膚痕癢、鼻塞、頭暈、身體微熱，用分洗最合適，溫和唔傷脾胃。真係好舒服，完全唔刺激。第二招係中藥濕敷，用金銀花、野菊花、蒲公英煲水濕敷。敷皮膚紅腫都得㗎？冇錯，皮膚乾熱、紅腫發炎、熬夜上火，濕敷可以直接滲透肌膚，快速舒緩。比護膚品仲天然安全。第三招就係大家最熟嘅中藥浸腳，艾葉、生薑、桂枝係家常必備。我成日手腳凍，呢個啱晒我。體寒、瞓唔好、行路攰、手腳冰凍，每晚溫水浸腳，驅寒通絡，改善睡眠。我明啦，分洗疏風止癢，濕敷清熱消腫，浸腳驅寒養氣。中藥賣用簡單安全，日常養生超實用。